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愿上帝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恩典，也愿上帝持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神同在》来敬拜，也愿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要看见你，打开我心门，我要认识你，打开我双眼，我要经历你，耶稣你彰显，耶稣你彰显。双眼，我要看见你，敞开我心门，我要认识你，打开我双眼，我要经历你，耶稣你彰显，耶稣你彰显。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他必能够。我与耶稣面对面。神同在，神同在，他是心事，亲近主，面对耶稣。主敞开天堂，倾倒你的灵，耶稣你彰显，耶稣你彰显。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他必能够亲近主，我与耶稣面对面。神同
在，神同在，神同在。请记住，我与耶稣面对面。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他是信实。请记住，面对耶稣，哦，耶稣你彰显。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在我们当中，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与祝福。主，愿我们在当中将自己摆上，领受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亲爱的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被你拣选，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开启我们的双眼，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听见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也愿你打开天门，开启万国，敞开天堂，彰显在我们当中，彰显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彰显在你的教会，彰显在你主动要彰显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在当中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我们生命被你更新，被你得着。亲爱的主，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赐福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8月14日，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3章第10节到第20节。列王记下第23章第10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西亚王又破坏了新任子谷的妥菲特，使人民不能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烧化祭献给摩洛神。他也移走从前犹大诸王为拜太阳所献上的马匹，烧毁了膜拜用的马车。这些东西本来放在圣殿院子里，靠近殿门，离拿单米勒大臣的住家不远。以前犹大诸王在亚哈斯王宫屋顶上筑造的祭坛，以及马拉西王在圣殿两院中安置的祭坛，也都被约西亚王拆除了。他把祭坛打碎，丢在基伦西谷里。约西亚污秽了所罗门筑造的丘上圣庙，就是那些在耶路撒冷东边、橄榄山南边为拜可憎的偶像希顿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神基抹、亚门神米勒公而主的神庙。约西亚王打碎石柱，砍倒亚瑟拉女神像，在原来树立柱子的地方填满了死人骨头。约西亚也拆毁在伯特利的祭坛，就是领以色列人犯罪的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王铸造的坛。约西亚拆掉祭坛，把石头捣碎成灰，又烧掉亚舍拉女神像。约西亚左右观看，看见山上的一些坟墓，就从坟里挖出骨头，放在坛上烧，污秽了祭坛。正如神的人在很久以前所预言的，就是当耶罗波安王在节期中站在祭坛旁时说的。约西亚又观看四周，看到了说这预言那神的人的坟墓。他问：“那是谁的墓？”伯特利人回答：“是从犹大来那神的人的坟墓。你刚刚在这祭坛上所做的，他早已预言了。”约西亚命令说：“不要动，不要移他的骸骨。”因此，那神的人的骸骨没有被移动，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骸骨也没有被移动。约西亚王在以色列各城，把从前以色列诸王铸造、惹上主发怒的神庙都拆毁了。像他在伯特利所做的，他废除了所有的神庙。他把所有丘上神庙的祭司在他们的祭坛上杀了，也在上面烧死人的骨头，然后回耶路撒冷去。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3章第10节到第20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经文，来默想今天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在看第23章这边的时候，会看到哇，约西亚王很有魄力，很大胆的做了这许多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当他出手了，整个不一样了。而在当中也是因着上帝的话语，给他有这样魄力，给他发现他需要这样做。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工作，会给你一些功课，会给你一些挑战？当我们看到约西亚王这样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当中所领受的，他发现需要洁净这块土地，洁净这个国度，甚至洁净北国。所以在南国、北国，他都需要去出手去洁净这些，并不是只是说我把我自己清干净而已，不是自扫门前雪而已。北国被掳了，北国已经没有王了，他也去做那些事情，把这个国度、上帝的国度都清理干净。因此在当中，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些。然而在这里面，让我们回来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你领受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来回应、来处理这一些？这让我们可以回来思想。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讲到说，其实前面已经开始在做很多的处理了。进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他讲到说，约西亚王又破坏了新嫩子谷的陀斐特，所以他不只是去处理他手边这一些巴利啊、亚舍拉而已。他看到其他地方该处理的，他都去处理了。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处理。当你在打扫的时候，你只会打扫你的床吗？是不是也要把你的房间清理干净，然后把你的生活的范围都把它清理干净？所以从你的房间，从客厅进到了厨房、浴室，把你的前后的阳台，把你的前庭后院，把你们家的路扫干净。然后呢，你的社区也要把它清干净。所以这当中也就是一样，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去清理。为什么我们要除偶像？为什么我们要做圣别礼拜？也就是如此。不单单是你的生命要改变而已，你的环境，你所住的环境也要改变。当你不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也要让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也不去拜这些偶像。把你的环境处理好，不要让那些邪灵又进来搅扰你，来干扰你。让我们生命里面持续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一些不好的东西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约西亚王又破坏了新嫩子谷的陀斐特。这陀斐特有可能是那边的地名，有可能是一个祭坛。而这个地方，这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当地的人那些拜在这祭坛献祭的人，他们是用自己的孩子来献祭。这个祭坛这个地方是专门献上孩子、献上儿童为祭的。把这个地方毁掉，不再有这样的事情。用人来看，也不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不再有家庭需要献上自己的孩子。当我们在看很多过去的历史，不管是中国或是外国，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会有这样的做法。我们都会有时候会称为那些邪教，要献上孩子。有些时候是献上别人家的孩子，不竟然是自己的。在这村庄里面有个孩子要被献上，所以在这里面，不管是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其实这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有孩子的生命要死上了，有孩子的生命要死在这边。所以这边就是使人民不能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烧化祭献给摩洛神，不再有这样的事情，把这些事情阻挡起来。所以为什么要毁掉这些？
从巴利、亚瑟拉一直到摩洛神，其实废掉山上的丘坛，废掉一般的祭坛，就是如此，让人们不再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拜别的神。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些圣别礼拜，要做这些除偶像的时候，也就是如此，让我们不再受这些搅扰、这些影响。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会觉得哇，好像要拜一下，这边好像有神有灵的样子，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持续去经历到这些的搅扰。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清除掉，这些搅扰就不在，人民就不在那边来敬拜、来献祭。所以，当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从耶和华开始，他设了那些在但、在伯特利设了这些祭坛之后，人就开始有其他的做法了，而在当中就开始一个一个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你有破口的时候，就东西就一个一个进来，就很多问题就一个一个的进来了。所以，很多问题就开始层出不穷，一个一个累加的进来。所以我们看有很多，我们台湾有很多在拜拜的也是如此。当他开始拜第一个，他开始后来就开始拜第二个、第三个。为什么偶像鬼术间，其实就开始累加着许多东西。所以这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约西亚当他发现这本圣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悔改，开始做这些，也就是开始洁净这块土地，开始让人们不在那边去敬拜那一些，而是能够好好的回到上帝面前来。这边讲到说，他也移走从前犹大诸王为拜太阳神所献上的马匹，烧毁了膜拜用的马车。所以这边讲到说，连那些马跟马车都要除掉。其实这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就像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它有一些花絮，然后它在很多动作片当中，可能车子会对撞，车子会怎么样，毁掉很多东西，会听到有很多电影花了好几亿在拍，可能他车子会损耗掉好几辆车子，甚至船、飞机都会损耗掉。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可惜哦，那些给我开不是很好吗？那给我们用不是很好吗？其实当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如此，常常会看到哇，这些东西毁掉很可惜耶，留下来不是很好吗？当我们在除偶像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有人会觉得哇，这桌子是红檜木的哎，是什么很珍贵的木头哎，就这样毁掉吗？对，就是要毁掉，就是要处理掉。很多东西不是在说它值多少钱就可以把它留下来，当我们该处理的时候就要处理掉。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它冲刷干净。这东西从以前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要进到迦南之前，其实上帝就很清楚在讲，这些东西你不该留就不要留。我说不要留，你就不能把它留下来。不是在看它多少的价值，这多少价值不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吗？这多少价值不都是上帝所祝福的吗？所以很重要，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这一些该毁掉就要毁掉。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移走了那些马匹，烧毁了膜拜用的马车，让人们不再去拜太阳神，不再去拜太阳，不再去拜其他的，把这些全部都处理掉。这些东西本来是放在圣殿院子里，靠近殿门的，所以不要觉得什么东西很可惜。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些污秽的一些东西，我们该清理就要清理。当你不清理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还在，那些东西都还是会影响你，那些东西都还会造成很多问题。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教会，就像之前我曾经去某个教会一样，去那边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的部分，但是会影响到你敬拜的情绪。在这教会里面，他们的音响一直有杂音，在礼拜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杂音。在那过程当中，整场礼拜我都很想去把那个音响把它关掉，不要用音响，我们单纯这样敬拜，让我们更专注在上帝面前。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把它关掉，或者说把它换掉会更好，把它清除掉？虽然你的声音大了，但是你整场礼拜的情绪可能都在那边被干扰。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常是这样子，那些干扰我们一直不把它拿掉，那些搅扰我们一直让它存在，我们都说哇，换掉一个其他也可以用哎，我们常常都停留在这边。所以这边讲到，他不是在讲到它的价值，他还讲到说这些东西是为了做什么的？为了拜太阳的撤掉，为了摩押神的撤掉，销毁掉。这边讲到说，犹大诸王在亚哈斯王宫屋顶上筑造的祭坛，以及马哈西在圣殿两院中安置的祭坛，也都被约西亚王拆除、打碎，丢在基伦溪里。所以这当中，不管以前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啊，我们传统怎么样？当我们要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讲多久以前的传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以前曾经有人跟我讲传统，我就问他，这传统从什么开始的？他说我们去年开始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在讲传统的时候，你要讲什么样的传统？你要讲的是你想要的传统，还是这整个家族、这整个脉络的传统？如果要讲传统，以色列是不是要回溯到摩西时期？是不是要回溯到亚当时代？在这许多传统当中，究竟你要拉哪个传统？我们常常讲的传统都是对自己有益的。其实我们常看到说，有一些人在讲传统、在讲规矩、在讲什么的时候，常常都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回到整个脉络，就像我们以前在讲的，我们在讲传统的时候，是讲到我们自己这些教会的传统，或者说我们这地区教会的传统，或者说我们整个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统，或者说整个改革中长老会的传统，到底在讲哪个传统，还是在讲整个脉络当中教会的传统？我们都只讲我们自己着重的。所以就像我们在讲领受圣灵的时候，你是要抓哪个传统？我们只抓我们自己说的，我们长老教会是理性的，说我们没有这些，不是，我们不是没有这些，是我们拒绝了这一些。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所看到使徒传统的时候，就跟我们所说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也是，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就把这些都拆除了，把亚哈斯王宫上面的祭坛，把马拉西所建造的祭坛都拆毁了。虽然在圣殿里面，虽然在王宫屋顶，但这些都是拜异神的，都是拜其他的，都不合上帝心意的，都拆毁。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把它清除掉的？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迷信，我们也有很多奇怪的传统，我们也有把外族异教的东西放进了教会里面的东西，是要把它拔除掉。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用得很开心就这样就是这样子我们过去传统都是这样子没有这样子不行。当我们要改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拿掉。我们看到约西亚王这样在改革这些。当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为什么要翻桌？耶稣为什么要指着法利赛人挑战他们？为什么耶稣这么讨人厌？其实耶稣到后来他也有讲一句话：你们不要想说我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是要成全摩西所带的那一些，但是你们人手中的这些错误的就该废除掉。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约西亚王把这些都拆除了，打碎了，丢在基伦溪。不只是如此，这边讲到说，约西亚污秽了那一些神庙，即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神庙，那些在耶路撒冷东边、橄榄山南边那可憎的偶像亚斯他路女神、摩押神基抹、亚门神米勒公的神庙，即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该废除都废除了。所以当中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传统？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说从谁开始的传统，谁怎么样。但是有没有看到，这整个国家里面，这许多的问题就从所罗门开始。所以说，如果要一直抓住这家族的传统，那一直是在败坏里面。所以在我们家族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也陷入在这样败坏当中，在这样错误传统里面？所以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不是该倾诉什么，也就要倾诉什么？不是一直在抓住说很可惜，这样不要，这样怎么样？而是我们当做我们该倾诉，就该这样做。或许我们会觉得哇，约西亚真的很厉害，真的很有胆识。但我们有没有看到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话临到他，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也差遣人与他同在。所以重要的是这一些，重要的是这一些。这边讲到说，约西亚王打碎石柱，砍倒亚舍拉女神像，在原来树立柱子的地方填满了死人骨头。所以从前面开始在讲到说，污秽掉这一些神庙，拆毁这些祭坛，也污秽了亚舍拉女神所在的地方。他也拆毁了伯特利的祭坛。伯特利的祭坛是怎么样？就是耶罗波安那时候怕人民去耶路撒冷献祭，所以他铸造了金牛放在伯特利跟但，也在那边铸造了祭坛，让人们在那边向着这些金牛来献祭。所以就是让人们得罪上帝的地方，让人们犯罪的地方。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拆毁了在伯特利的祭坛，拆掉了祭坛，把石头捣成灰，又烧掉亚舍拉女神像。看到这些会发现，约西亚做的比希西家还彻底了。希西家已经做了很多了，今天做的更彻底。所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几章里面，在跟我们讲，我们生命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为什么需要认罪？就像天主教里面有一些修会里面，他们认罪认到会非常的细，而且是苦行。
所以才会有一些修士说，他们就是用这样来补赎、来赎罪。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透过这样能够上天堂，那我是第一个。当然，我们不用做到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认罪，将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神坛、这些神庙、这些祭坛都去除掉，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单单的敬拜他。很多时候我们有害怕、有恐惧等等的，但是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单单的仰望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然后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把它毁掉，都把它去除掉。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这边讲到说看到山上的一些坟墓，就从那里挖出骨头，放在坛上烧了。这边讲到两个，一个是些骨头，一个是祭坛。有些资料讲到说，当骨头被挖出来，那骨头就毁了。当祭坛上摆了死人的祭坛，摆了死人的骨头或骨头灰，那祭坛就毁了。所以当中他的动作是毁了祭坛，也毁了这些骨头。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在这祭坛周围所埋葬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在这祭坛上献祭的这些人。就像很多人过世之后，在西方会埋葬在教堂的周围，在东方会埋葬在庙的周围。而在那时候，我们想，也或许这些人就葬在这些祭坛的周围，所以毁了这些人，也毁了这些祭坛，污秽了这些祭坛，这祭坛就毁了，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正如神的人很久以前所预言的，就是当耶罗波安王在节期中站在祭坛旁时所说的。所以那时候神的人去跟耶罗波安讲完了之后，后续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回到列王纪上再回去回顾，而在当中我们看到约西亚就这样做，这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让一些人回想到，喂，不就是很久以前有神的人说过这些话吗？他又环顾四周，看到说这预言那神的人的坟墓，他问那是谁的墓？伯特利回答：从犹大来那神的人的坟墓。你刚刚所做的，也就是他所预言的，也因着你做了，也实现了那个预言。所以他要废了那些人，毁了那些人，而这当中他说不要动，不要移动他的骨骸，不要毁了他的骨头，不要处理他。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是上帝所用的人，我们不用动他，但是其他的去动那些其他的。所以他前面说把那些坟墓挖出来丢在这边，但他这边下令不准动这个。因此那神的人的骨骸没有被移动，没有被废掉，没有被毁掉。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骨头也没有被移动。所以一个是来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一个是欺骗那个先知的老先知，这两个人的骨骸都没有被动。约西亚在以色列各城把从前以色列诸王铸造惹上主发怒的神庙都拆毁，像他在伯特利所做的，他废除了所有的神庙。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前面所记载的是他处理他犹大国的东西，这边提到了他处理的以色列，他处理以色列，也就是北国以色列那时候的王所铸造的。他不只清理自己犹大国，他也清理了以色列国这些祭坛，这些得罪上帝的东西。
因此在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所做这一些，他废除了那一些，他把所有丘坛上的祭司在他们的祭坛上杀了，也在上面烧死人的骨头，然后回耶路撒冷，废掉那些祭司，杀了那些祭司，也在那边烧了，也废掉了那些祭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所罗门开始遗留了很多，他的后宫1000人，有很多国家来的，带了各国的神来到这当中，他也为着这些来建造了许多的神庙、祭坛，而后续也影响了北国、南国的许多状况，又带来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神明进到这里面。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他处理了南国，但是后续又出现了约西亚这边，不只是南国的，北国的也处理，甚至用他们所知道的方式拆毁了、废掉了那些祭坛。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做，回到上帝面前来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让上帝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祭坛、这些神庙，处理掉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看这些王做了什么，而是透过这当中来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回到这当中来做这些处理。我们需要回到这里面来。约西亚，他是一个王，他处理这个国度的事情，犹大国、以色列国的事情。你是这家庭里面的一员，或许是你一家之主，你也要去处理你这个家庭里面的事情。过去所拜这些偶像，该处理就处理。过去所拜的这些公妈、神主牌，该处理就要处理，不要继续让这些来捆绑你，来影响你，放在那当中，会继续的成为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带领，让上帝来帮助，让上帝来掌权。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过去跟过去的连结，过去的偶像的连结要废除掉，跟新的偶像的连结也要废除掉。这世上的名利、金钱很重要，但是如果是成为枷锁，也都该把它废除掉。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3章第10节到第20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思想，来默想上帝的话在说什么，上帝在对你说什么。
主，感谢你恩典，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但我们生命里面还有许多需要清理的，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或许我们过去跟哪个神明有一些连结，成为他的干儿子、干女儿。或许我们过去因为某些事情，我们去拜过某一些的神。或许我们在当中有一些跟某些神的约定。或许我们还一直被搅扰、被影响。现在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许多的问题在当中。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同在与陪伴，透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更多的接近我们。主啊，求主你接近你的殿，奉主的名将你的殿清理干净。奉主的名，撒旦要离开这边，许多的污秽的东西要离开你的殿，要离开我们的教会。奉主的名，斥责那些撒旦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的家庭，让这些都离开。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单单的敬拜你，上帝你掌权。在我们家庭里面，上帝你也掌权。或许有很多的鬼神就在我们当中，奉主你的名斥责这一些撒旦离开，魔鬼离开，这些我们过去所拜这些神都离开我们的家庭，都离开我们所住的地方，都不在这边。我们的教会是三一上帝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是三一上帝的家。我们要在我们家庭里面设立祭坛，在我们家庭里面单单的敬拜、仰望上帝，让我们生命有主你的掌权，让我们有这许多的改变。我们单纯的来敬拜你。现在主，恳求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将这些来仰望。主啊，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恩典。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该清楚的、该洁净的，都愿主你来洁净。让我们将我们的罪一样一样带到你面前，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家庭清理干净，让那一些污秽的都离开。就像我们所住的地方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家里面有老鼠、有蟑螂、有蜘蛛、有蚂蚁。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家庭里面有这些污秽的神灵在当中，都让这些污秽的都离开我们家。恳求你在我们生命掌权，让我们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感谢主，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献上我们祷告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愿上帝祝福你。